銀行界表示，受美國次按危機餘波影響，預期今年嘅投資環境會比較複雜。而去年本澳居民存款就估計有10%以上嘅增長。劉靜報道。中銀個人金融部總經理劉澤光喺出席一個環球外匯趨勢講座嘅時候表示，受到美國次按危機餘波影響，業界都認為仍然會對金融方面存在一定負面影響。對於投資者嚟講，相比起07年嘅上升態勢，今年嘅投資環境會比較複雜。今年嘅投資環境呢，係比07年呢係會複雜好多。美國主要就美國次按嘅問題啦，有好多行家或者係分析員都講係金融嘅嗰個都未去到，即係仲還有一啲負面嘅一啲嘅業績嘅公佈，各方面可能會仲有一啲回落啊。咁所以咧就係話而家23,000、24,000會唔會繼續落去呢都係唔出奇嘅，咁所以呢係比較難睇。由於舊年整體金融市場投資暢旺，銀行界發現雖然從11月開始，本澳居民嘅存款有所減少，但係以全年計算，就估計有10%以上嘅升幅。而從今年1月開始，存款嘅減幅開始放緩，可能同市民仍然對港股持觀望態度有關。咁咧就曾經係一路回落到係1月中、1月底嘅係最低峰啦咁樣。可能從高位回落嘅時候，逐步咧人哋已經係吸納啦。當吸納到一定嘅水平嘅時候咧，可能佢嘅佢存款資金都可能即係可能自己都有一個guideline，就係一個百分比嘅問題，覺得已經超過咗啦。咁可能自己咧就睇定先啦。另外，佢認為就算美國聯儲局18號會減息半厘，但係由於港澳通脹壓力持續，佢估計港澳只會同步減息1/4厘。澳門電視台記者劉靜報道。